香港地標砌入生活，讓文創跨界公益。我哋一齊助力，共融文旅生活。呢款砌圖以香港地標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作為核心主題，呢座連結內地同香港文化脈絡嘅世界級文博建築，喺拼湊砌圖嘅過程中就可以收藏屬於香港嘅城市文化印記。砌圖原稿並唔係普通美術設計，出自香港非遺剪紙藝術家胡景清老師之手，依託剪紙呢項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創作，讓傳統手藝透過文創砌圖走入大眾生活，親手拼接砌圖就係傳承緊珍貴嘅傳統文化。砌圖定價港幣100元，扣除基礎物料同行政相關開支，收益全數撥歸 Hello Hong Kong 共融文旅推動基金，讓文創產品跨界承載公益屬性，以消費傳遞善意。選購呢盒砌圖，唔單止係珍藏一件充滿香港特色嘅本土文創作品，更係一齊守護中華非遺技藝，用實際行動支持共融文旅發展。無論自己收藏，定係送俾親朋好友，都係一份兼具文化價值、紀念意義同公益精神嘅心意禮物。誠邀大家多多支持，一齊將香港文化傳承落去。歡迎成為共融文旅之友，詳情請聯繫 Edward 卓有心 WhatsApp 93447024。